您的要求定做的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个是最新款吗？是的，董事长，这个已经是最新款了。保安的形象也是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，不错，就按这个定制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这就安排。董事长，您这是？当年呐，我就是从一名小保安做起，现在想想啊，还真是不容易。董事长，您可真厉害。帅不帅？帅。爸，各位啊，公爷回来了，想给大家吃个饭。大好啊，拿不了好多年没见。东野回来了，你们在哪个饭店呢？在新悦大酒店3个8。啊，在新锐大酒店了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就下去。董事长，有客人在咱们这边呢，需要我去安排一下吗？不用了呀，一会儿到前台按钟购买，我去炒面。董事长，您就穿这身衣服去啊？不帅吗？都几十年的朋友了。哎，是小瑞不？我就说我不能看错吧。妹妹，才到啊？你不知道今天同学聚会吗？你咋穿这身就来了呢？啊哈，那啥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在这当保安啊？你赶紧回去吧，笑啥呀？都混当保安了，还搁那笑，你赶紧回去。当保安挺丢人吗？听你这意思，你现在混的挺好。废话，咱俩是一个城市的吗？听我的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搁这丢人现眼了。大美，几年不见，你变化挺大呀。大卫，哎，你才来呀？你在这干啥呢？还不用呢？啊，我这不和咱瑞大保安刚刚是。才过来了，大家。哎呀，我以为谁呢？搁这当保安呢。你还别说，这身衣服穿在身上啊，人模狗样的，还真那么回事儿。咱家一见面就这么说话，有点过分了。过分！你个臭保安，还要我？赶紧滚！也不看看自己啥身份。这种聚会是你能来的吗？哎，喊啥呢？快点的，人手到了，赶紧的。别和我一起走啊，丢人！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有一回啊，你不知道的。我这不忙吗？哎，大美，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？哎呀，总熬夜，胃口不好，我感觉你自己也瘦了。哎，这哪儿来的保安？不敲门就进来了呢？哎呀，你们都别吵了，这是咱班混的最好的一个大保安。哎呀，你要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来呀。整的不错呀，都当上保安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多了，来来来，上路。哎，离我远点啊，瞅你我吃不进去饭。保安不必得站着，站着吃吧。
大家可别开玩笑了，对，别往心里去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过去，没事吧？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看着没，小保安都急眼了，我就过分了，你能怎么样？赶紧给我滚！老李啊，那玩意动手呢，大家都这么多年感情了。他一个臭保安，我跟他能有什么感情？赶紧让他给我滚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就是个小保安吗？你这辈子干好，顶多是个保安队长。保安队长都是抬举他了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什么地儿都敢来啊！行了，咱们也别欺负小保安了。哎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上那边随便吃点啥得了。行，你们今天真让我开眼界了，让我知道什么是现实。对，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界。咱们龙总是当地最有名的养猪大户，咱们穆总家里拆迁款马上就要下来了，上千万。还有咱蓝总马上就要成为新锐集团的总经理了。你再看看你，30来岁人了，当上保安了，丢不丢人啊？我马上上任之后，年薪就是100万。你跟我能比了？你听说过新锐集团吗？你说你是新锐集团总经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能算干啥的？你是新锐集团董事长，你还不知道？告诉你，我就是新锐集团董事长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董事长他爹。行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快坐下吧。终于啊，要到了。让他在这吃饭也行，不过你得从这给我转过去。想吃饭就快转吧，还寻啥呢呀？钻吧钻吧，钻完好吃饭。不好意思，卡了。哎呀，董总，你怎么可晚了？就等你了。来了，董总，董总，这是嫂子吧？嫂子长得太漂亮了。那都到齐了吗？大家快过来。哎，那小保安怎么回事？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你就是干保安的料，怎么董总都没认出来呢？啊，他是谁呀？是啊，这就是我们保安大队王队长王小瑞。小瑞啊，这几年你咋弄的？老婆，这都是些什么朋友啊？行了，既然都来了，坐下。是爱原谅儿女平常的只有事情，我不慌不忙，风雨难闯，这片
吃点那个。这现在真不错啊，这个哎，哥几个，我讲你们，在座的都是我从小到大的，虽然说不怎么看演技，但我真挺强的，也一直关注着你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儿女情长，只要是情，我不慌不忙。你看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还提了杯，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。你呀，就赶紧坐下得了。咱们工头还没提酒呢，问是干什么的？如今变得很沧桑，兄弟啊，从小咱俩感情最深，我敬你一杯，喝完我就先走。小瑞，你不记。来，东东，我敬你一杯。干吧。衣上的模样，岁月漫长，等风吹来到花香，前世梦里，如今变得很沧桑，人情冷暖也悄悄地遗忘。给我站住！谁同意你走了？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儿吗？兰姐，我看你总经理的位置是看到头了。你他妈说谁呢？各位贵宾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你们都是王总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。王总是谁呀？谁是你们王总啊？你们王总不会是这个小保安吧？王总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啥呢？我怎么还演上戏了呢？我王小瑞这多坚固的，犯得上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他就是我们新锐集团董事长王小瑞。你给我闭嘴！他要是新人集团董事长，我就是个屁！兰姐，这回你这玩过了。我就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分公司是不是有个即将上任的总经理，叫兰佳？马上通知他，被开除了。你不应该当保安，你怎么能当影帝呢？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兰佳，这回满意了吧？对，不，王总，你别开除我行吗？求你了，别开除我。兰佳，机会给过你，你有珍惜过吗？在座的各位，都是我王小瑞自认为感情最深的。这酒，以前喝得起吗？这菜，以前几个人吃一盘，吃得起吗？现在你们有钱了，膨胀了，就不认人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像你们对我那样对你们？你家三弟，
为什么连动都不能管？还有，奇瑞集团所有旗下饭店的猪肉，为什么在你家采购？你们有想过吗？对，兄弟，我这次回来也是想和贵公司有一次合作的机会，咱们可这么多年没打平了。是啊，瑞，从小到大，咱俩的感情是至少，你可别生气呢。是啊，瑞，别生气。合作？你们还记得以前的王小瑞？怎么就不认识现在的小花？那我问你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真是今天的小花呢？君子之交淡若水，近在咫尺，是路。我不能放下。